其實我哋全部都係非洲仔。根據考古同基因研究，現代智人大約喺7萬年前喺非洲東部出發，一路向外走，經過阿拉伯、亞洲、歐洲，再慢慢擴散到成個世界。即係話，今日除咗非洲，大部分人其實都係當年嗰班第一代旅客嘅後代。唔論你喺上海出世定係紐約生活，喺基因層面上，我哋都係同一條河流嘅支流。咁既然係咁，點解要用你喺邊度出世去判斷一個人嘅價值？講唔通啦，係咪？成日聽人講純正中國人，但係歷史同基因都同我哋講，咁樣講法本身就係一個幻想啊！早喺史前時代，北方黃河人搞農業，南方靠打魚，大家早就已經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山東出土過啲陶器，居然同華南地一樣， DNA 樣本都證明大家交流咗好耐。到後來打仗、遷徙、貿易，一場場嘅風波，其實都係基因洗牌。所謂純血統，唔好搞笑啦，真正代表中國歷史嘅係混合。香港一個遷徙縮影城市，圍頭、哈哈、疍家、廣府各有來歷。40年代打仗，內地人湧晒落嚟，今日嘅香港仲有非洲裔、東南亞同係新移民。香港從來都唔係單一民族嘅城市，而係一次又一次嘅流動，交織出今日呢幅文化拼圖。咁你話邊個先係正宗香港人？咁樣問，可能你對香港嘅了解仲停留喺上個世紀。美國熔爐背後其實係多元激動，所謂 melting pot 其實就係每一代新移民加落去。從歐洲難民、非洲奴隸，到後來中國鐵路工人、印度工程師、墨西哥建築工人，今日嘅 Elon Musk、Yo-Yo Ma、Rihanna， 全部都唔係土生土長美國人，但係佢哋貢獻咗全世界認同嘅文化。咁你話出身係咪最重要，定係你帶到乜嘢價值俾世界先至重要？星際時代仲使問你邊度人？人類下一步係開孔啊！幾十年內火星可能住得人，空間站變社區。嗰陣時人哋唔會問你你係邊度人，人哋會問你你識唔識收氣壓槍啊？你準備好未？可以一齊共建火星社區未啊？身份唔再係你背作咗咩背景，而係你選擇點樣去面對未來。最後，不論你喺非洲草原、唐人街定係火星圓頂度出世，人真正嘅價值從來都唔係出身，而係你點樣同埋人去共創未來。